短跑選手由靜止到以時速大約30-40公里衝線，只需要10秒左右。運動員喺每個階段都有唔同嘅姿勢，透過肌肉同埋骨骼嘅協調，令到身體向前運動。當你睇一個100米短跑比賽嗰陣，相信都唔難發現，成個短跑過程其實大概可以分為4個階段，分別就係全句起跑、加速、維持速率同埋減速。要喺一個100米嘅短跑賽事勝出，其中一個要訣當然就係要反應夠快啦。反應時間係指選手接收到刺激，例如響安或者係槍聲，到作出反應之間所需要嘅時間。喺世界級嘅賽事裏面，運動員嘅反應時間係大概0.15秒左右。如果慢0.1秒，足以令佢哋輸蝕半個身位咁多㗎。所以比較短嘅反應時間就成為咗贏輸嘅關鍵啦。我哋睇完反應時間之後，而家再睇下跑步涉及嘅力啊！喺呢一刻，選手嘅左腳喺空中，佢嘅右腳向地面施加咗向後嘅力，我哋叫佢做作用力，即係畫面中嘅紅箭嘴。根據牛頓第3運動定律，作用力同反作用力一定係會同時出現嘅，而佢哋嘅大小相等，不過方向就相反，並且施加喺唔同嘅物體上面。運動員右腳向地面施加向後嘅作用力同時，地面亦都會向選手嘅右腳施加大小相等嘅向前力，我哋叫佢做反作用力。由於反作用力嘅方向係向前，所以選手被推動向前跑。對於100米短跑選手嚟講，由於賽事只係短短10秒左右，選手需要強勁而且快速嘅起跑，以縮短運動員達到最高跑速嘅時間。專業嘅選手必定以全句嘅姿勢再配合起跑器起跑。相傳嘅講法咧，就係早喺1888年咧，就有一位嘅短跑嘅選手咧，佢就發現咧，就係當我哋個人係踎喺度啦，向前係傾，咦，發覺咧嗰個反應時間咧就可以係加快咗。當時咧仲未曾係有人嘗試咧用一啲踎喺度啊，或者用一啲其他方式嘅，都係比較喜歡咧就係用一個站立式嘅起跑，咁啊前頭腳企準備就去啦。咁但係有人咧就發覺用一個蹲踞式起跑嘅時候咧，咁發覺嗰個向前傾呢一個向前跌出嚟呢個動力咧，其實係有助跑手咧就喺起跑嗰下嗰個加速。咁所以於是乎咧，科學世界就開始慢慢啦，啲科研嘅人員啊、短跑嘅教練咧就發現，咦，去到而家嘅蹲踞式起跑嚟講咧，就最適合咧喺個短跑裏邊去運用。咁另外一個議題咧就係喺短跑裏邊咧就引入呢個起跑器。咁喺奧運嚟講，正式就採用起跑器咧，就係喺1948年嘅倫敦奧運。咁當呢個有咗起跑器之後咧，將整個嘅短跑嘅世界啦，包括咗100、200同埋400米呢3項咧，我哋稱之為一個短跑嘅賽事啦。咁係將嗰個起跑嘅反應時間咧，係完全係加快咗。咁所以令到短跑選手喺個表現嚟講嘅成績咧，係有突飛嘅猛進咯。起跑器嘅作用就係方便選手以全句式嘅姿勢作起跑，並將身體向前傾。同站立式嘅起跑姿勢相比，咁樣就能夠令選手向起跑器施加更大嘅力。喺片段入面，選手以全句嘅姿勢起跑，而且用力壓向起跑器，即係圖裏邊嘅紅箭嘴。紅箭嘴同埋起跑器係成直角。根據牛頓第3運動定律，起跑器向選手施加嘅反作用力，同佢向起跑器所施嘅作用力其實大小相同，即係圖中嘅藍箭嘴。反作用力，即係圖裏邊嘅藍箭嘴，可以分解為2個部分。
水平部分，即係往箭嘴，同埋垂直嘅部分，即係錄箭嘴。垂直方向嘅反作用力令選手嘅身體上升，冇咗向前。水平方向嘅反作用力，即係往箭嘴，就將選手推向前面。你哋有冇留意喺比賽嘅時候，起跑器會同水平成一定嘅角度？究竟點解要咁樣做呢？嗱，起跑器咧就我哋一定會考慮到個人嘅條件嘅因素，因為我哋講緊係人與人之間咧喺個體型上高啦，喺嘅腿型啦、腳嘅長短啊、大細啊、個身形啊、腰長啊、腿長啊都有唔同。國際團聯嘅指引嚟講咧，就係當我哋用起跑器嘅時候咧，前腳咧喺個膝關節咧屈曲咧係成90度。而相反後腳嚟講咧，嗰個活動嘅變化嘅範圍咧，稍為大少少，嗰個範圍咧可以去到係120到140度左右。咁但係呢一個咧係並冇一個絕對嘅某一個度數咧就適合晒所有人嘅，因為喺短跑項目裏邊咧，大家見到嘅運動員咧嗰個高矮啦、肥瘦啊、身形啊都有唔同，咁所以都要嘗試下睇下邊一個嘅膝關節嘅起跑角度咧係最適合你。假設有一隻腳對水平成30度嘅起跑器，施加咗300牛頓嘅力，我哋叫佢做 F。咁將選手推向前方嘅水平反作用力，究竟又有幾大呢？要揾出作用於選手水平方向嘅反作用力 Fx， 即係紅箭嘴方向嘅力，就要先將作用力 F 分解成為水平 Fx 同垂直兩部分Fy， 再利用三角函數揾出水平反作用力 Fx。Fx 除以作用力 F 等於 sin 30度 ，F 為300牛頓。經過運算之後，原來只有150牛頓嘅水平反作用力 Fx 推選手向前。如果將起跑器調校至對水平成60度，今次將選手推向前方嘅水平反作用力究竟又有幾大呢？我哋同樣可以利用三角函數揾出水平反作用力 Fx， 用頭先相同嘅方法計算，今次嘅角度更大，有成60度。Fx 除以作用力 F 等於 sin 60度 ，F 就係300牛頓。經過運算之後，哇！當起跑器調校至對水平成60度嗰陣，水平反作用力就有接近260牛頓，比起啱啱30度嗰陣大咗成7成幾啊！運動員起跑之後，一般會喺接住落嚟嘅2至到30米不斷咁加速，呢個階段我哋稱之為加速階段。要理解短跑選手點樣喺跑道上面加速之前，我哋就要睇下力同埋加速度之間嘅關係啦。科學家進行咗好多實驗，發現施加喺物體上面嘅力 F 同埋嗰一件物件嘅加速度 A 成正比，即係話施加嘅力越大，加速度就越大啦。另一方面，如果物件嘅質量增加，要物件得到相同嘅加速度，咁就要多啲力啦。施加嘅力 F 同埋物體嘅質量 M 亦都成正比。基於上述兩個正比關係，我哋得出 F 同 MA 成正比，即係施力同埋物體嘅質量同加速度嘅積成正比。力嘅單位係牛頓 N， 佢嘅定義係使一件1公斤嘅物件以每平方秒1米加速嘅力。於是上述比例可以寫成 F 等於 MA。呢一個就係牛頓第2運動定律。短跑選手加速嘅能量係源自佢身體入面嘅化學反應所提供嘅能量。如果喺離開起點10米，施加於60公斤選手嘅水平方向正力為240牛頓，選手嗰陣嘅加速度係幾多呢？忽略風阻同埋跑姿等因素，我哋運用公式 A 等於 F 除以 M， 代入相關數據，力 F 為240牛頓
選手質量 M 為60公斤。選手當時嘅加速度為每平方秒4米。但係如果選手比較輕盈，只有50公斤嘅質量，咁選手嘅加速度又係幾多？我哋再代入有關數據，運算之後，得出今次選手嘅加速度明顯增加到每平方秒4.8米。我哋已經知道短跑選手會喺初段嗰度加速，但由於身體上面嘅機能限制，例如腳部嘅乳酸會開始累積咁樣啦，所以佢哋根本係冇可能全程加速㗎。喺加速階段嘅尾聲，選手嘅速率將達到最高，大約為每秒8至到12米，並進入下一個階段。喺呢一個階段，選手會以穩定嘅速率繼續向前跑。維唔維持到速率就成為咗成敗嘅關鍵。短跑選手能唔能夠維持最大速率，主要受住3個因素影響。第一，風速。風速有可能影響短跑選手嘅表現。簡單嚟講，喺順風嘅情況底下，選手會跑得更快；喺逆風嘅情況底下，選手跑得就會比較慢。由於順風有助短跑選手得到較好嘅成績，所以喺所有國際戶外嘅賽事入面，風速器嘅讀數顯示，順風最高速唔超過每秒2米嘅時候，選手嘅紀錄先至會被視為係正式嘅。有研究指出，速度為每秒2米嘅順風，可以縮短運動員完成賽事嘅時間，達到0.1秒。第二，摩擦力。當一個物體喺另一個物體上面移動或者試圖移動嘅時候，佢哋嘅接觸面會產生同運動方向相反嘅摩擦力。摩擦力有時會妨礙物體運動，有時又不可或缺。摩擦力嘅大細就取決於接觸表面嘅光滑程度。簡單嚟講，越粗嘅表面，摩擦力就會越大。翻去睇下選手跑步。佢嘅腳會一步一步咁樣踏喺地上面。再睇下選手嘅左腳，喺接觸地面之前，佢嘅左腳正喺空中以某一速率向前運動。喺左腳接觸地面之後，根據牛頓第2運動定律，呢一個時候必須有一個水平向後嘅力作用喺佢嘅左腳上面。呢一個力就係地面嘅摩擦力。就喺短跑嘅比賽裏邊呢，我哋嗰個釘鞋呢，亦都係成為一個好關鍵嘅因素。因為短跑嚟講，我哋永遠都係前腳掌嘅着地啦，所以做一個後蹬嘅動作。根據牛頓嘅第3嘅定律呢，令我哋喺抓地嘅能力係做得好啦，同埋喺我哋做一個後蹬硬嘅時候呢，令我哋向前呢個推進嘅動作呢，能夠產生最大嘅反作用力，咁令到我哋可以個步幅步頻裏邊呢，係能夠做出你最完美嘅跑步嘅姿勢啦。所以短跑選手加速奔跑嘅時候，佢會用力蹬地，增加鞋底同埋地面之間嘅摩擦力。隨住選手嘅左腳成功踏實同埋抓緊地面，佢就可以再次用力蹬地，地面就會向佢嘅腳施加一個由摩擦力而嚟嘅反作用力，令到佢可以繼續向前。第3，側心嘅上下移動。每一件物體都有佢嘅側心，可以當係佢質量集中喺呢一度嘅一個假想點。喺一般嘅情況下，物體嘅側心同佢嘅重心喺同一個位置嘅。我哋可以利用圓垂線揾出物體嘅重心。既然側心可以被視為物體所有質量集中嘅一點，如果我哋要令物體平衡的話，就要以佢作為支持點。就好似我可以用手指去支撐碟嘅側心一樣，但係因為身體形狀並唔規則，所以當我哋改變姿勢嘅時候，我哋嘅側心位置就會同時改變。我企起身，垂低手，我嘅側心位置就大概喺肚臍呢一度啦。喺跑步嘅時候，短跑選手嘅姿勢會改變，因此側心嘅位置亦都會上下輕微移動，就好似橙點所顯示。對於短跑選手嚟講，側心時高時低對表現不利，因為過程裏邊部分動能會轉化成為位能，令動能減少，影響前進嘅速率。
選手身體側心向上移動嘅時候，能量嘅變化其實係咁嘅。向上移動後嘅動能等於向上移動前嘅動能減去位能。咁即係表示每次選手身體嘅側心升高，位能就會增加，動能就會減少。咁對選手嚟講明顯不利，因為位能上升會消耗選手嘅動能，令到佢向前嘅速率下降。選手需要花更大嘅氣力蹬地加速，以維持速率。咁樣佢好快就會覺得好攰。冇一個人類咧係可以維持到最高速度咧係多過5秒鐘。咁所以由起跑100米去到頭嗰大約係去到30米到40米，去一路加速啦，而保持到最高速度咧大約係維持講緊去到係80米左右。咁有啲選手可以保持去到係90米嘅距離。之後最後嗰10米咧，其實大家減速緊嘅。咁所以大家睇到係最後個終點咧，其實相對只不過係其他選手係減緊速，而係衝緊上嚟嗰個咧就減得冇咁快。咁相比之下咧，大家覺得咦後邊嗰個好似上緊嚟咁解嘅啫。咁我哋喺科學上咧有一個嘅詞語咧叫動量。動量咧就係將我哋嗰個嘅 mass 啦，即係個質量啦，乘埋嗰個嘅速度。咁呢兩個乘埋之後，呢一個嘅動量嘅因素咧，就好影響到我哋喺速度裏邊嘅一啲嘅運動嘅表現。咁喺因為短跑嚟講咧，我哋需要有強大嘅挫手嘅動力咧，係可以增加我哋嘅動量咧，係驅使我哋嘅身體咧更加向前衝咧，令到更加快啦。擺手個角度最主要嘅就係沿住我哋向身體向前嘅平衡方向啦。而我哋擺手咧，因為由於我哋嘅肩膊咧有一個旋轉嘅力量嘅，咁咧盡量避免咧產生個旋轉，反而咧盡量咧就係向前去擺，咁令到我哋兩邊嗰個對抗嘅力咧係能夠均勻咧，確保我哋嘅上身咧就避免咗產生最少嘅擺動，能夠係維持直線。咁你越少擺動得多，我哋嘅能量咧就唔會浪費咗，令到我哋全部嘅向前推進嘅動能咧就保持一個向前嘅力量，達到係短跑嘅最佳嘅水準咯。喺短跑最後嘅一個階段，選手衝線並且慢慢減速，直至停落嚟。選手喺衝線之後，往往都唔能夠即刻停落嚟，咁係因為如果冇外力施加喺物體上面，物體就會傾向於保持喺原有嘅運動狀態。咁呢一個傾向就稱之為慣性啦。就算選手嘅腳停到，佢嘅上身仍然會繼續向前衝，好容易失平衡跌親㗎。牛頓嘅第一運動定律就描述咗慣性呢一個現象。定律指出，除非有外在嘅力施加喺物體嘅身上面，物體會保持靜止或者維持勻速直線運動狀態不變。就係選手身體嘅慣性，令佢喺衝線之後仍然繼續向前衝。不過跑完比賽之後，選手就唔使再施力踏地，保持向前摩擦力。同時，跑道同埋選手鞋底之間向後嘅摩擦力就會令選手逐漸減速，最後完全停低落嚟。